大家好啊，又係我香港人在福岡嘅社長 Benjamin。日本人點解夏天一定要食鰻魚？原來背後有一句廣告，影響咗日本近300年嘅飲食習慣。而呢個故事嘅主角唔係名牌，亦唔係大型企業，而係一條鰻魚。200幾年前，一間夏天生意冷清嘅鰻魚店，據說只係靠一塊寫住本日土用丑日嘅招牌，就慢慢改變咗日本人夏天嘅飲食習慣。而呢個習慣直到今日仍然每年重複出現。每年去到7月尾，如果大家身處日本，就會發現超級市場、便利店、百貨公司，甚至牛檔連鎖店都突然開始大量推出鰻魚飯同鰻魚便當。去到某一日，老字號鰻魚店門口更加會大排長龍，唔少日本人都會特登喺同一日食鰻魚。呢一日就係日本夏季嘅土用丑日。2026年夏季嘅土用丑日係7月26日。不過土用丑日其實唔係日本節日，亦唔係公眾假期。咁點解日本人會相約喺同一日食鰻魚呢？要講呢個故事，就要由日本古代觀察季節嘅方式講起。以前嘅日本人生活同四季變化有非常密切嘅關係，幾時播種、幾時收成、幾時轉季，甚至食啲乜嘢調理身體，都會參考傳統曆法。土用原本嚟自古代陰陽五行嘅概念，指每個季節轉換之前大約18日左右嘅一段時間，所以土用並唔只係夏天先有，春夏秋冬其實都有。而丑日就係按照12生肖每日循環計算，輪到屬牛嘅日子。當土用期間遇上丑日，就叫做土用丑日。由於生肖日子每年循環嘅位置唔同，所以土用丑日嘅日期亦會每年改變，有啲年份甚至會出現2次夏季土用丑日。不過，日本人夏天食鰻魚嘅習慣又係點樣開始呢？最廣為流傳嘅講法要追溯到200幾年前嘅江戶時代。話說當時有一間鰻魚店，生意一到夏天就特別冷清。原因其實好簡單，以前嘅人普遍認為鰻魚最肥美嘅季節係秋冬，夏天天氣炎熱，大家胃口較差，自然唔太想食味道濃厚嘅蒲燒鰻魚。店主眼見生意越嚟越淡，於是向當時一位非常有名嘅學者請教。呢位學者就係平賀源內。平賀源內係江戶時代一位相當傳奇嘅人物，佢嘅研究植物同礦物，又參與發明、寫作同商業策劃，可以話係當時非常有創意嘅文化人。傳說鰻魚店老闆問佢：夏天冇人買鰻魚，究竟可以點算呢？平賀源內就諗咗一個方法，叫店主喺門口掛出一塊寫住本日土用丑日嘅招牌。點解一塊招牌會有效呢？因為丑嘅日文係烏斯，而當時民間本身已經有一個習慣，就係喺丑日食一啲以烏音開頭嘅食物，希望平安度過炎熱夏天。例如烏冬，日文叫烏冬；梅乾叫烏美波斯；瓜類叫烏列。至於鰻魚，日文就叫烏納吉，同樣係由烏音開始。換句話講，平賀源內並唔係憑空創造一個習俗，而係將當時民間已有嘅季節飲食觀念同鰻魚巧妙連結起嚟。呢個亦正正係成個故事最有意思嘅地方。佢冇改變鰻魚本身，亦冇發明新產品，只係重新整理一個大家本身已經熟悉嘅民間傳統，令鰻魚由一種夏天較少人食嘅食物，變成土用丑日應該要食嘅代表。據講，招牌掛出之後，店鋪生意大好，其他鰻魚店亦開始仿效。慢慢咁，土用丑日要食鰻魚呢個印象就由江戶街頭一路流傳落嚟。由商業角度睇，呢個故事之所以經典，唔單止係因為賣出更多鰻魚，而係佢將產品、季節、傳統同生活習慣連結埋一齊。當一樣食物唔再只係食物，而係變成一個每年都會重複嘅生活儀式，帶動嘅就唔只係一間店鋪嘅生意，而係成條產業鏈。去到今日，每逢土用丑日前後，鰻魚養殖場、海產市場、食品加工廠、物流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店、百貨公司、餐廳同外賣平台都會因應需求提早準備。餐廳會推出期間限定餐單，百貨公司會設立鰻魚專區，超級市場會接受預訂，連鎖店亦會推出唔同價位嘅鰻魚飯，令更多人可以按照自己嘅預算參與呢個季節習慣。一個原本由民間流傳落嚟嘅飲食話題，慢慢發展成每年盛夏嘅消費活動，為唔同行業創造工作同生意機會。大家因為同一個季節主題走出街食飯、買便當、訂購食材，甚至專程去老字號餐廳體驗，亦會帶動周邊商店、交通同地區人流。所以從正面角度睇，日本好多季節文化其實都有活化地方經濟嘅作用。佢唔一定係大型節慶，亦未必需要興建新設施，
只要將地方飲食、季節特色同生活習慣連結起嚟，就可以令市場每年都有一個清晰主題。商戶亦可以提前準備產品同服務，呢種由文化帶動消費，再由消費支持產業同地方商戶嘅循環，亦係日本季節經濟幾有意思嘅地方。不過要留意，平賀源內策劃鰻魚宣傳呢個故事雖然非常出名，但現時並冇足夠歷史文獻可以完全證實當時嘅具體經過，所以比較準確嘅講法係呢個屬於日本民間最廣為流傳嘅起源說法。但無論故事係咪完全按照傳說發生，佢都反映咗一件幾有日本特色嘅事。日本好多飲食傳統都唔單止係為咗填飽肚，而係配合季節、氣候同身體狀態。日本夏天炎熱潮濕，人容易感到疲倦同食慾不振，日文叫做下巴梯。鰻魚含有蛋白質、維他命 A、維他命 B 群以及 DHA 同 EPA。對以前嘅日本人嚟講，喺炎熱季節食一餐營養豐富嘅鰻魚，亦有補充體力、迎接盛夏嘅象徵意義。所以土用丑日食鰻魚，表面上係一項飲食習慣，背後其實結合咗古代曆法、民間傳統、季節飲食、江戶時代嘅商業智慧，同埋今日由文化帶動經濟活動嘅生活方式。時至今日，每逢土用丑日前後，日本各地嘅超級市場都會提早接受鰻魚便當預訂。百貨公司會推出唔同產地同烹調方式嘅蒲燒鰻魚，老字號鰻魚店更加經常一位難求。對好多日本家庭嚟講，呢一餐已經唔單止係食鰻魚，而係一個迎接盛夏嘅生活儀式。其實我哋移居日本之後，都慢慢融入咗呢一種生活習慣。每年去到土用丑日前後，就算平日未必經常食鰻魚，都會覺得點都要食返一餐應節。嗰種感覺其實同香港人過節差唔多，好似端午節會食粽，中秋節會食月餅，冬至就會一家人食飯。未必每個人都清楚所有習俗嘅歷史來源，但每年去到嗰個時候，就自然會想參與一下。土用丑日食鰻魚，對今日好多日本人嚟講，亦已經成為類似嘅季節習慣。以前我哋第一次見到周街都係鰻魚廣告，只係覺得日本人原來好鍾意食鰻魚。但當我哋慢慢研究背後原因，先發現一盒鰻魚飯入面，原來包含咗日本傳統曆法、民間智慧、季節文化、商業創意，同埋一個題目點樣慢慢衍生出成條街、成個市場都有生意做。有時移居一個地方，真正融入當地生活，並唔只係學識語言或者熟習交通同生活程序，更加有趣嘅地方係慢慢理解當地人點解會喺某個季節食某樣食物，點解會保留某一種習慣，同埋呢啲看似平常嘅生活細節背後究竟藏住乜嘢故事。所以下次大家7月尾身處日本，見到成條街都係鰻魚廣告，就唔好只當佢係普通促銷，呢個已經係一種日本夏季文化，亦係好多家庭每年都會參與嘅生活習慣。而有時一個成功嘅文化主題，最有價值嘅地方，唔單止係令人記得一件產品，而係可以令市民有參與感，商戶有準備方向，地方有人流，唔同行業都可以一齊受惠。如果大家都對呢啲日本生活文化有興趣，我哋會繼續發掘更多平日經常見到但背後原來大有故事嘅日本生活小百科，同大家一齊分享。作為一隊喺福岡紮根第8年，目前管理緊約400個物業單位嘅在地持牌團隊，我哋一直相信真正嘅安心嚟自清楚交代同做事有程序。我哋以香港人嘅清晰同效率，配合日本在地對規矩同紀錄嘅重視，陪業主穩妥處理每一步。為咗令管理更透明、更易查證，我哋全面採用電子化管理模式，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業主專屬租管系統、WhatsApp 管理群組同 Google Drive 雲端文件備份。業主可以隨時登入系統查閱同下載每月收支結單，重要文件同溝通記錄亦會雲端備份，方便日後核對同追溯。而管理群組則會喺辦公時間內就單位事務作即時通報，令資訊流轉更快、更清楚。如果你對日本文化同福岡生活有興趣，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香港人在福岡。如果你有任何關於移居福岡、旅居自住、買樓收租或者物業管理嘅疑問，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我哋下次見，拜拜。